请先生方丈代茶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一发带我谁西谁西。先生其实那边是去不得的，却是为何？这里面是这一个崔相国的夫人和莹莹小姐。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官意，却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邻居，伪装柏林援军，路上百姓孤儿战士积聚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夫人平生世家年金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，晓得。哎呀，翠夫女婿来了，遇上了多也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？哎呀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到这里躲一躲吧，张先生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！小姐你看，那边晚子向我旁边去，快来呀！啊，红娘你来看。只听得哩哩应声，花外转。梦船前无百年，风雨一远。张先生，啊，小师傅，这一位可是蔡家莹莹小姐？正是蔡夫莹莹小姐。那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就要回来，请先生方丈代茶。啊，小师傅先行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此次先生就来。哎呀，妙啊！
谢面的应当本在吃开言，借我要子教育原是谁律，才还风险。用资本经过了万钱，是这我男人儿去成奸。我眼花缭乱看难言，闻铃儿飞去半空天，又变了万王宫殿，才想到这里，神仙。身在春山到浦东，门檐从光，相思中，花落水里红，烟在万中。为父一女比远东风，你连体花不落意，风飘外地，正走神。常撇开燕嘴门，深院夫人气上层。小姐，我跑去做我的晚餐晚上。是的，哎，小姐你看。小姐，这里的白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？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
约定生死归冬天，此地空余杨柳叶。梦见了梨花深院，汾江儿高是青天，恨天不与盛放边，怎记得我一马心正当他临去去奔那一桩，哎呀，金凡事哦，定把这贪官相思平儿传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小师傅，张先生，我师母已经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待茶。好，小师傅，请。请。小师傅慢走，原来是红娘子，红娘子有什么事吗？奉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丈？我师傅正在房上。只是有了小师傅领路。好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庭在即，小生动去不便，就请先引一步。此次稍备了，红娘子随我来。小娘举子三端丈，先不见婚姻儿亲王。方才是乘风引领花间事，此今日但有家中妻日郎，他有巧来望梦，聪明伶俐不寻常。上代与都人小姐同空去，还需要引进文儿小妹相思量，小娘子当庭再见回来，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儿与他，如何不可？哦，他来了。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先生反复。该问小娘子，该是时候应应小姐的侍女红娘姐么？我便是何劳同等。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世间不可乱发，一出人儿夜里难拔。请说吧。这个。小生姓张名公，是军才，本官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终究是缺了知识阶层，并不准。哎呀，问你嘞，你不是说你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这问小娘子，你家英英小姐，她可查出来知知么？出来便怎么样？哼！主人起草领兵上，自家年轻交一方。山川山侧东子北，我早不管山中堂。先生你的听我故，何劳虚虚本端上。
乱讲。宋继海，你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复问。你要是复问啊，陪老夫审问，至于你何一场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凭什么心惆怅，一天愁锁眉肩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察觉老玄道，你不给领去回头望，今生上不和你做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圆香？红娘啊，你年纪小心气大，为什么人是冰霜？哎呀，红娘啊，张郎杀去相为王，女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。红娘啊，你不忠美，我便不把小姐想。红娘啊，你可知这相思的债最难偿？唉，斟杯茶叶满身，长靴短看，我千遍道真水长。是了，我不免向和尚借得伸手一记，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就是这个主意哟！相公，金东，相公，我当知道你都没有找到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金东，相公，天色不早为天王，关去营里何树下？关到庙堂，在哪里？是在床鸟语心如尘，银河道显影。莫问此两小，不信外是金。只见听发冲所言，是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。前期今夜要把风情，他才来时，我定能看到十分清楚。
墙外声儿已，我侧着耳朵听，我念着脚步音，我自在头上上灯，灯我细细真真袅袅婷婷的红娘开了酒门，背起向我。呀，梦听得就门儿呀的一声，风过去城里来，异乡心声。我的大姐姐儿仔细听经，呀妙啊，比那是初见日月细真。去向嘞，我听小姐她做高些什么？一直向远望路，到升天堂。儿子向远老母，把年岁长。三子见小姐欢喜满满往南小姐，为什么每年到了这第三次相亲没有忘了？带红娘来替你做好吧。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个，我是在有长远郎，不为人儿温柔心小姐把年真上。娘虽得万里，啊红娘你看，今夜月色好不明朗。是啊，今夜夜色好不明朗。啊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既是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问过了，张老师本月十五是随公之日，可与老相公做好事。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了。什么好笑的事？现在老夫人命我去当天采集的时候，碰见那日在出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叫红娘生小娘子不是依依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？也是。小生心脏民工是俊才，本官西路生时年方23岁，正有17的知识见身，并不曾娶妻。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嘞？再问他嘞，他还唤着小姐的名字是上出来转转嘛，被红娘好好的
强不了一等。阿红娘，你不强迫他也罢。我不强迫他，不知道他还要说些什么疯话呢？阿红娘，你告诉老夫人没有？红娘们不曾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姐你看，一到春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有贵无言伤心事，尽在深深一叹中。呀，小姐为何有此长谈？仔细想来，小姐此谈必有所过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高人一席，可他是何？永生永永年，花影细细沉，此后临鳌旁，不见有终身。天香就有人名字。小姐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不能娶妻的傻瓜呀！哎呀，好庆幸的事啊！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来归生节目，夫妻同方寸，了得小姐，你瘦得好快哟！我告你的心儿里云长长，当上聪明，女知心定力情，小女儿怎不忘怀着路上有影，他陪着笑脸来相迎。小姐，我和你不诉衷心。去吧。
何以兄妹相称啊？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想过这日，这是许了老身的那日成恨。先生他有书信到来时，即日就到，他日来时叫老身何以为对哟？夫人原来是这个主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拨来，沈飞虎公算不利，请问小司机有时候得配于领着成恨命这个张先生，如今我情愿都已经不相存，愿你另聘高门，实为良理。夫人，当时小生天生而成，岂为推动你的贤才而来？哦不，你太小量我张公。张先生，狗腿！张先生不必如此。哦，张先生，你我几位之亲，随其先生一日西厢，以便前途报德。红娘，哎，张先生在了，快送张先生书房安息去吧，明日便有华生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也无度，我喝什么酒嘞？小生之间小姐之后，非情忘财，谁搞不得别人恩强瞒不过你呀？先生那封书信本不知道，这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，金口牛言轻许婚姻。红娘这样，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，两郎说罢声说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天菩萨都听见的呀。如今你家夫人忽然变卦，这叫小生心情极穷，更无别路。我只有在你红娘姐跟前行过事情了吧？先生我话，夫人有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我说先生听了生气，就是红娘听了，也是为先生不平。红娘姐，你就有不平之意，何以教我啊？实对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事，小姐未必一般心事。也罢，待红娘相顾法儿，是你小姐也同行诉。杀到红娘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忘。张先生。趁醉伤心胜劝酒，两小托衣视听经。只见正与张生约定，他在西厢月下弹琴，我与小姐们到花园烧香。怎么我进到花园，他还没有来呀？等我唤他一声，啊，小姐快来！嘿。小姐，你看今日月色多好啊！月儿啊月儿，你又出来做什么？
不相见，风骚彩虹，牛女心断太空。带我带起进来。莫非是他？啊，红娘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哎呀，红娘听不出来。啊，小姐，你是谁呀？我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，我不是群土的怪白叮咚，我不是风吹天马眼睛痛，我不是那卖皇宫的夜明钟。也不是，啊，小姐，这声音好像是在那边呢。你再仔细的听啊。我在里见身体，人在江东，墙外来细香的人儿李子彤。小姐，你在这里吵响，我去看看老夫人，她睡了没？他不做
我在四大也穷，唉，现在司马相是正大也穷，明月无久啊！小生弃官是丞相事，这是小姐你哟。哦，周当君又是何比得上你呀？啊！我今便将此却打来。风飞好将哦，四海俱亡。无奈家人哦，我在东江，张青带女儿，玉树中长，不得与哟。论王，弹得好，是弹得好啊！妻子爱妻一妻，叫人听了不觉泪下。唉，夫人望而为你万责罢了，这是小姐你呀，你却不该说谎哦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这是你错冤了我啊！恩新娘她变了花样，好似人空，真怪我帮儿女把你欺弄。回门里他负责副业教女工，岂用我女儿家去乱弄？母亲啊，你可不应进弄成空，那官人将儿最痛。从今一道分将儿，割断了云山。千难从，只有朝泪蒙小姐，什么乱蒙，什么神通，什么高堂，什么梦中，被老夫人知道，哪完得了？女子小女子，真吓了我一跳。小姐不用害怕，红娘是与你做啥的啊？完毕。啊，红娘，时日久了，回房去吧。啊，小姐，张生要醉了，你知道吗？都醉。啊，红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人是真的了。啊，红娘，你快去对他说，叫他再次去听。小姐不用时间，红娘即刻就去。回房去吧。
呀，小姐，你多留一颗不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今日便与小生为娃不好吗？张先生，哎呀，红娘子，红娘子，小姐她夜来听经讲了些什么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一曲相思叹恩娘，他只因杀妻心颠倒，趁着风景月朗一生死，特使红娘来相告。小姐要红娘子相告些什么？小先生，再请先生十几天。哎呀呀呀呀！小姐她既有接连之心啊，红娘子呀，我这里有个金条儿，管把红娘子给予小姐。啊，这无愧不光。要是小姐她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红娘，这是谁的言语？谁叫你去哪来的？你这个小女子尽管这样不义。是什么要吃掉儿？告诉老夫人，她不要把我当个本事。小姐她绝不会是此，这是红娘子你不肯与小生带去吗？也罢，待明日多做些财物，酬谢红娘子。我是拖着你的财物才来的吗？哼！现在家卖弄家事，真是把我红娘多伤心。我才是女儿家有志气，难道是拖着你财物才到此？哎呀，红娘子呀，小生说错话了，说错话了。你啥子可怜我这个傻小子，舍不得我还替你想法子。好，就依红娘子。哎呀，红娘子呀，你是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。这边才是。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些什么呀？红娘子哟，先贤几句怀文句，后贤无言八句诗。一人一佛同心志，再现鸳鸯成双日。红娘子呀，我这个金条儿非同小可，我的红娘子呀，你要替我小心才有。来吧，论教法落这张子，免得你还相思。多谢红娘子，多谢红娘子，多谢红娘子呀！张生将这件天儿再三交托给我，这是叫我怎样去教育小姐呢？啊，小姐，什么事了？你还在床上做什么呀？小姐，你们不曾梳洗呀？夜来不成好在，身子困倦，懒得梳洗。你用过点心没有？尚未。是小姐梳洗，带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。红娘，老夫人在
老夫人在叫婚郎读书呢。红娘，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，你到哪里去嘞？我到西厢去嘞。红娘，小姐休息吧，带红娘到四小娘点心去。我哪有什么心情梳洗哟？一听见丢弃了女儿的心事，小草换生死卷，自分永死。难得抬身一声长叹息，情分连谁还情丝？帘中正闻常言之，强原来一岁多长子，平时红娘她常在此，叫声她伤尽心思。这事情儿定是他叫红娘拿来的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也太大意了！张生如今几次事件，叫声看了不胜观开。我要负他一心，有恐被人知晓；啥不负他，哎呀，又叫人隔山不下。相思恨转天，满把妖精梦。若是一梦成，芳心儿一痛。
诉老夫人去，不当下你的下本。谁来？小姐叫我去看他，他才叫我带来的。小姐不叫我去看他，我不向他讨来吗？这是红娘也不识事，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样。好，小姐不用闹，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水去。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水哪一个啊？出水上身啊！哎呀，罢了，我是对着你还的呀。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怕不要当下我的下本事。老夫人怪你是有我替你说话，不妨事的。哟，小姐以为儿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事，以为儿倒要替我说话了。红娘，你近来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。我都是叫小姐弄糊涂了。红娘，过去的事啊，就不必再去提他了。红娘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今朝你到谁乡去？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不是，你快说呀！不是，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快说呀！小姐，那张生睡得真难过，不是啥吧？怕公堂他果真变成这个样儿，一个亲姑太医与他看看真儿啊！你当他生什么病啊？他是谁可把家计盘，因此才逼亲女帮惨。啥要想性命得安全，是非小姐只可去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是叫别人听见，整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，我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有别意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拉，人家官这样讲，官这样想嘛。谁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是此。哎，罢了，待我三个见天儿去慰藉了他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些什么来？这样不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是不小心慰藉了他，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叫你去看他，这是兄妹之情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，以后再办，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拿去，我不拿去，快拿去！我不去。你这小妮子好没有分晓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啊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儿往哪里使？
去吧，有什么会熬他？这是上身，还在等着我的委婉呢。朱红娘不是，只好到书房走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红娘姐呀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不要杀了，不及时了，不及时了，小姐恼了。小姐她怎么会恼你？一定是你红娘姐不肯用心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对上你，你那个线条写得好哦，好。只愿你心生明鉴，真是我红娘为满，少不愧小姐素相面，今朝先就办了从今儿相为草见面难，劝先生早行过，既然成山。哎呀，红娘姐，哎呀，张先生，再也不必受出你的吩咐了啊！怕小姐唤我要委屈了。红娘姐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呢？哎呀，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。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红娘姐，你不能走，红娘姐呀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为了你那个线条，小姐只差那棍子耽误了，你晚来算我。为了你恩情来我，心事儿已有财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！小生失了性命，现在红娘姐身上了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你要取我的命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经过其他的娃儿都生难，好叫我做也做人难。哎，我只问他方式是什么？小姐有违心在此，喏，你自己拿去看吧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故事唏嘘，故事唏嘘啊！唏嘘，红娘姐呀，小姐她有事到来，你何不早说？小生立该领进，绝对不是请小姐失策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红娘姐呀，小姐恼火都是假的，假的？你可知这书中之意？这书中之意哦，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，我才不信！信不信由你呀？张先生，这上面写什么呀？哦，这上面乃无言是诗句，但若细想下，人风无百开。各将欢迎同，你是女人来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
解与我听吧。好，待我解与你听。但要细想想，就是小姐要我约上便去。要是姐没原谅你，呀呀呀！红娘姐呀，此乃私意，此乃私意哟。宁奉无半开，小姐在开门等我。开门大将花影动，小姐要我跳过向去。跳下。哎，你是肉上来，就是小生我来了哦。张先生，真故是这样解？不是这样解，那红娘姐啊，你是该怎样解？哎呀，张先生，真故是这样解吗？小生乃是采私密的手家，这四句诗枉为解错了嘛啊！好一个小心，连我红娘都瞒过了。好，几人见双宿的瞒过一言，好小姐心眼儿怎样刁钻？看起是进了这西门红。哎呀，红娘姐呀，红娘姐呀，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怎么能挑响呢？挑东乡与红娘两不相关，挑也与你，不挑也与你，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哎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，红娘姐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是否瞒得过我红娘啊？哈。今晚之事，好不叫人高兴，好不叫人高兴哦。这是小姐叫我去挑响。小姐叫我挑响，我是非挑不可，我是非挑不可，非挑不可。叫了，知道你的牙齿都已三行了，今天晚上要不要上香？
心想到冤枉。我也是正是烧香的时日，故而早把香碗摆好了。红娘难猜真一家，人言当官谢荒唐。红娘，你去做什么？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，我去看看去。红娘姐，红娘姐，小姐她来了没有啊？我来问你，真故事小姐她要你来的吗？小生乃是才私密的说嘘，放轻声一些，她在那边站着呢，快去吧。哎，你不要揉出门进去，啊，小姐内心是我来带你的。那哎，小姐不是叫你跳墙吗？跳吧！红娘姐，哎呀，跳吧，跳吧，跳吧！小姐，我出门那位都看过了，你一个剩银子都没有。没有吗？嗯。红娘真是真奇怪，莫非将我记关家？被母亲知道我真身好。哎呀，谁呀？小姐是我啊！张生，是你呀！小哎呀，张生，你来做什么？小生是奉了小姐的大诏，是呀而来的呀。张生，红娘她在这里呢。小姐放心，红娘姐我在家门口已经遇见过了。多谢红娘已明白。哎呀，张生，红娘她要来的呀！你快追吧，小姐，你快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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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红娘，红娘！小姐，你做什么呀？啊，红娘，我方才好端端的在这里烧香，忽然有个贼跳过香来，你快点与我把他轰了出去。花园里我有在，带红娘看看去。哎呀，是在哪里呀？哎呀，是在哪里呀？啊，小姐，我是花园里哪里我有在？原来是个熟人。不要无神，神难道还有神的说的吗？你也认识的呀？谁呀？张生啊，不管张生李生，快点与我把他带了下去。带到哪里去？带到老夫人那里去。带到老夫人那里，岂不要坏了他的名声？啊，小心，带红娘来替你侍问吧。上生，过来。哎呀，过来呀！跪下！啊！哎呀，你跪下！上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过香来？跳过香来又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你说呀！上生，小娘此问话莫挂，要对你是举重伤。
撒旦天来他，黑夜里藏心人家，不当你坚定当你是来拿。上身，你记得空生之术必达周公之理，是谁叫你跳过墙来？跳过墙来又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是呀，红娘，红娘，你是呀！哎，你万一他都讲些什么，万不与我把他带了下去。小心，困在红娘凳上，就上了他吧。困在你的凳上。先生大人，造法必报。至今几位兄妹是何有生此心，责备老夫人知晓，先生无意之哦。尽看在红娘门上，就上了他吧。少姑娘这一招，下次不可。起来，快起来呀！虚也虚也，好也不才是你的作家，自己总该死心塌地了吧。说什么参销一口千金家，真得啥寒窗送手10年光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送你回书房去吧。望尘梦晓池塘不见身，今日姑娘堂生儿难亲近，夜里自插兰墙，偏插尘。听说张生病重，请了太医与他调治，像是他定是为了心意花园之事一起人的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你拿我太负心，可知道我心中有多少难言
悄悄去到西厢团郎张生，我方以兄妹之情去团圆。小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房中好多门人想出去游山一回。我你身子空着，想是夜来不人好噻。我去把别儿寻得香香的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你说我做什么了？怎样我也不出回门，你便让婴儿多离身。小姐，这不关红娘的事，都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随你的。老母亲去管得紧，小妹想我只得紧。小心，你可不要冤屈我红娘，红娘是觉得你的心思的。哦，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张生的病也发离癌了，怎么他已经睡你不知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哎呀，红娘，那有什么？吉林万岁吉林人啊，万岁再把家祭定。家房儿好子相思真，了家亲去一段心。啊，红娘，我这里有张好一房儿，你替我去送与张生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！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，那张生是再也经不起哄的了哈。红娘，这一房正对他的真儿女，快拿去。我不拿去，啊，好姐姐，今晚就不哄你，快拿去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快拿去。红娘，啊，老夫人来了。见过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哎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了没有？红娘还不曾去你。那你快去吧。啊，快去呀！儿啊，儿啊，母亲。为娘在教你。是。张先生曾救过我和家性命，如今他平在客座，我母女杀不去城门与他，岂不被旁人谈论？母亲舍得件事。自从你弟弟去世，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只怕你仁恩姑姑早日到来，一来可以见我母女武林外传，不离元君；那二来嘛，也好让你们早日认亲，成了相公才死之缘。这真是一举两面，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
儿在想什么？女儿并未想什么。我儿一向孝顺，定能记得为娘之意哟。女儿理会的。看天色不早，为娘也要回房送进去了。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。这真是仕途情囊中，爱恋不觉生我。为长生受什么？为忠君想长生，为长生是什么？请排名，既相思为救他风流名，为此心已了强我在女儿心。哎呀，这酸哒哒的，可怎么去呢？我是等红娘回来再做个商量吧。好消息呀，放开的真奇妙，原来怕自我离情，我红娘笑，他那里一次令我把相思红娘，我甚至困叫你，我随着我吧，我要谁去了？你谁下了？什么时起来呀？傻丫头，谁下了嘛？是算天亮再起来呀。那你怎么好去谁呀？你谁下了怎样发福那人？什么那人？好，那你去谁吧。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把姑诉声苦诉浓，把我红娘唱起红，你不该过
不该几次三班龙神通。啊，小心呀，你是一为儿闹，一为儿愁，一为儿坏，一为儿空。那张生死，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你明明压了张君才，为什么今番叫他一落空？小心呀，你莫怕什么惊恐，我保过你，风不吹，草不动，全部的人心中。凡事都以红娘在，怕什么心想更万重。小心，死了我红娘，你第二个谁知道？小心，带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。闭上了两只眼睛，有红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谁叫你开洋房的？没有法子呀。去吧。是喜是愁家不开，
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，事情要问一你。哎呀，莫非老夫人已受过西厢之事？他若拷问起我来，又叫我怎样回答？红娘，哎呀，红娘啊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先生万不与我跪下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管，快去家法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呀？下去。红娘，哎，你知财吗？红娘不知财。小先生万事不知财，谁叫你夜半三更我小姐到花园里去？哎呀，红娘不生气呀。不生去。红娘只有不光气心，谁进来？还了进来。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入手，才叫你迎着她无意乱走。花江城把女来，凡事谦虚，免得我同家法，你小命难留。你不是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！哎呀，哎呀！夫人不要说了贵声，红娘是。你与我讲。红娘那在与小姐这模样，也说是定了真身。你要真手做什么？我与小姐将军，你讲句什么？他是哥哥一句，要到西厢去问。你们去了没？去了。我跟我的爷你们去问儿做什么？问儿们虽是问儿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们去问儿，那张生说些什么？他说夫人将门当作仇，今叫小生在官道上西边。这以后你这以后，有的是吗？有再说吧。小姐人万不夸生。她是红娘，你先走。先走，那王小姐你叫小姐转些落你这个小头，她一个女儿家也不生病，你叫她落后做什么？落后做什么？我也不晓得叫她来做什那么呢。以后你哎呀，事情都是你说完了，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？小姐人万不夸生。儿在上来上头，早已成呀黄昏。常言道，女大不中人，
便拉到官府去。老夫人，你要告谁？告张生，此事怨不得张生，也怨那个不是兄弟前生，也怨不得小姐。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成之故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这都是你家的事，哪里怨得着我红娘了哈？事到怨谁嘞？这都怨怨哪个？这都怨你老夫人。怨我？府上告到官府，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。我还有3个不是，我问你怎样？夫人啊，当日君为不就是你怎面对3把身中喜欢事，把马将军真为其前场上身一封事，好姻缘等你天配的，因为恰是一元报得回心事。夫人啊，杀到宫廷得不是，你言而无信，极难知。侧妇儿与房妇儿，一类长生在心相识，谁是这冤女狂妇两个边？问一故事家不言，你不是这三看到有事问是谁，家的亲戚办了事，到那时夫人终于莲花城，你想何以为得来？岂不是什么了相国的家生一笑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不可超此日。此事难道罢了不成？哎呀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怕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。那以你之见呢？哎呀，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先生，喜来家。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以红娘之见，倒不是杀鸡小姑成绩美事，把小姐虚张声，不是我了吗？这丫头言当通，我心看，倒叫老身为了难，我实想应许了张君才，他怕一阵雨我家畔，我实将张生送官去就盼。为的是相国门楣从日散，
全将应许掌声。是他功名全上。红娘，哎，去唤小姐来。是。小姐，快来！红娘，小姐，西厢事发了。方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身，她那瓜上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打索呢。哎呀，红娘，真太委屈你了。没什么，都叫我说过去了。啊，小姐，老夫人要把你许配张生了，快来吧。啊，红娘，事到如今，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你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又来了，是君娘的跟前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去吧。见过母亲。哎呀，母亲，我的儿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哟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要冤人才来哟。红娘，哎，去把那个金手与我还来。还哪个啊？上身。啊！张先生，快来！红娘子，管是小姐还我啊！哟，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。告诉你，西厢事发了，老夫人活你。小生惶恐，红娘子呀，你与我做个事儿吧啊！哎，时间到了，做给不了，快来吧。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？你看，先前跳响的担子